来吟这首的第一节，这是一首巴西的歌，有迄种受到压迫，望来得到自由迄种的期待。咱做伙来吟，请来耶稣，请来耶稣，我所望求自命，求自由，掌管脱离一切压迫，我面对你的保守，来逃亡受难的同胞，求因出黑暗的眼，你会听风阮的脚声，为民变你心目定。第二首是308首，308首，愿要唱歌来学乐。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味的听。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所在，你到你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信心亲密的听。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信心关灵的名。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位一体上帝。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人全地上帝。对你出来所在，你到你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咱就欢喜快乐。咱即时要用欢喜的心来唱歌，感谢上帝的恩典。咱做伙起立，咱做伙用学乐感谢的心做伙来吟。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的引传，无论风雨也必至，伊拢会做伴。咱着笑脸伊的魂，日日付出，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欢乐变丰沛。
诉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诸天述说，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令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你说话，命令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听阮世间人，为着听你倒这肉体来到世间，甲人相徛去，阿门。所以你亲在阮人生的软弱、白听郁闷的艰苦，圣诞的脚步静静来到，阮要备办好阮的心，阿门。邀请主耶稣降临伫阮的生命的中间。阿门。互阮继续用信、望、听来起造十字架的人生，阿门。也用感谢学落的歌、生命的价值来献做祭，阿门。真做你所欢喜，真做你所光明、所接纳、所欢喜。通对阮讲，阮是好个尽忠的奴仆，阿门。阮当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咱将上悬的荣光，拢归乎咱的主上哈帝。利路亚。大家请坐。今日是大港节第二主日，咱要点到第二支的蜡烛，代表信心，把咱对信仰、对耶稣基督的心、你心内产生上界大的信心。
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咱要来吟信诗42首，请起立吟全首。伫今日人的会中甲公会中，我要全心感谢耶和华。耶和华的所做真大，凡若欢喜伊所做的，拢要查考伊。伊所行的是尊贵威严，伊的义永远伫地。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今日是来感谢的第二主日，愿点到两期6集，嘛伫阮的心内。由愿要点到信心甲盼望，主你的灵大大充满伫阮的内面，充满伫你的圣殿。伫这新的主日，愿恭敬来到主你的脚前，要来敬拜，要来学乐。愿主你帮助阮众兄弟姊妹伫日常中间遵守上帝你的话语，遵趁信心的教示，会当活出基督的香味。主你嘛祝福阮教会会当日日增长。增长，教室人数日日加添，互阮会当兴旺阮的灵命，互阮会当伫咧真理内面，着上帝你的话语来追求圣的话，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阮，互阮会当搁较济会听伫阮中间，互阮会当彼此相听，互阮会当搁较深、搁较济来听上帝。因为你的恩典实在真大，伫阮的生命内面，阮要荣光上帝你的名。虽望阮有时会软弱，总是靠着上帝你的话语，阮要搁一摆看着将来的盼望，阮要为着将来努力来跑走。阮为着教会同心合意建立伫上帝你的面前，因为上帝即间教会就是你家己所起造的。主，阮感谢你。愿今日的盛会拜托伫主你的圣手，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咱拍开成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44篇，启应文第44篇，第1079页。显着我来启，恁来引。恁的上帝讲，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责已经害清楚。有些话讲，
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逐个山谷拢要天福地，万万个也要解福地。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做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着讲人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做声，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报好消息，互失安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志愿的上主要带大欢迎来临。看，伊手转来的人要甲伊来做伙。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坐声，伊要带遮个互羊仔顺利的羊母有哪行？以上。即时咱要邀请信歌队来献诗，天父可能世人艰苦。天
感谢圣歌队伫上帝面前为咱献上美妙的歌声。这时，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咱请起立，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因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活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外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公道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咱来共修今日的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章第23节。马太福音第1章第23节，讲：你看，在世女要生阮生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翻译就是上帝甲咱伫地。第2节的圣经在伫约翰福音书第3章第1节。独行真理的人，就分光来显明伊所行的，伫上帝来行，就是上帝来行。以上。这时，咱要邀请咱陈牧师来讲道，今日的主题是珍贵的礼物，珍贵的礼物。各位兄姊妹，大家平安。咱去台港节第2主日，咱点着信心的蜡烛。第1支的蜡烛代表愿望，上帝想帮助咱。其实蜡烛的中间有愿望、信心以及仁爱，还佫有一个喜乐和喜乐。所以4支蜡烛，愿上帝会听甲咱同在，互咱期待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一个准备的过程。马太福音，咱有看到天使来互约瑟梦见，然后甲伊提示讲你着放心来带你的未婚妻玛利亚。但是路加福音有记载，是加百列加百列天使来到玛利亚的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透过无共款的经节来提醒咱伫耶稣基督降生的时所发生的故事，无论是玛利亚所得到的启示，也是约瑟所得到的启示，拢有成就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做伙三角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抬杠这时用欢喜、感谢的心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你听阮，互阮伫大港这时，伫即个所有的布置将要完成。感谢主你，互阮用欢喜的心，嘛学习信心的功课。主听阮，互阮今仔日的礼拜，拢甲主做伙来领受主你互阮丰盛的恩惠。感谢了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拄仔咱圣歌队吟的圣诗65首天父可怜世人艰苦。伫今年甲旧年连续2年拢有发生世界大事，就是战争。即首诗歌嘛体贴着世间人的艰苦。虽然咱台湾较感受袂到即种的艰苦，但是咱会当伫新闻会当看到伫战争所带来的死伤苦难。以及人的对立、种族的对立所产生的怨恨，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基督是疼来到世间，互咱知影讲虽然战事无伫台湾发生，但是咱嘛
有当时会体会着讲，其实战争可能嘛离咱无真远。虽然咱的三军勇士伫各单位咧保护咱，但是咱知影讲，有新闻有时拢会报吼，有攻击绕台，还是共建绕台，即种的事一直伫新闻内发生，所以咱袂当讲高枕无忧啦。其实其实有备战啦，有备战有战备就不会有万无一失啦，没有万无一失。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即个大港节意思是来临Advent 这是对于拉丁文来意思就是讲来临要来临要大港，嘛是一种来临的意思。虽然4支蜡烛意思，第1支盼望，第2支信心，第3支喜乐，第4支忍耐。相是点到第4支的时阵，咱会搁点到另外一支叫做代表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即支的蜡烛。所以讲，咱总共有5支的蜡烛。有人用粉红色，也是紫色来表示。咱不要去，咱今年的圣诞布置是用白色的，嘛会当安尼来领受上帝互咱的恩惠甲疼痛。大港节毋是一个节，伊其实是一个节期，大港节期总共有4个礼拜，对第1个礼拜开始算，然后到圣诞节就是咱上届高峰。今年咱的暗会伫当时12月23号，12月23号，咱是超派圣诞夜超派意思是啥物货？足派足派这对少年人是一种的话语啦。咱嘛爱学习甲少年对话。咱昨有邀请三公教会的青年牧师，伊着专心牧养青年，牧养10几年。所以伊着专心牧养青年，牧师爱牧养青年，佮爱牧养迄无阮是爱全面性，但是伊着只有牧养青年安尼所以对伊学习真侪经验，互阮有无共款的看法。对伊的经验，互咱会当看见即摆的少年甲青年，这是无共款的世代啦无共款的世代。你甲讲小甜甜，伊也听无啦。你讲无敌铁金刚这拢是我的时代啦。因即摆是啥物种的时代？是无共款的时代。阮上帝想帮助即摆的人，较早我会记得阮细汉无电脑啦只有迄游戏机啦佫有迄种世代甲迄个任天堂迄种甲插线，甲斗卡带迄种即摆手机足方便的有手游，有手机的手游有电脑的即个免费的游戏你若爱偷偷要去算，就爱录5块、录10块快打旋风一个3分钟就，你若功夫较歹，3分钟就结束啊。你若功夫较好的会当伫遐坐半点钟，坐1点钟所以阮上帝想帮助咱，伫无共款的世代，咱有无共款的领受。对大康节，咱会当来做伙来思考耶稣基督降生是等待甲准备。这等待甲准备，敢若毋是敢若咱教会那尔。其实你即摆若去百货公司，你会感受到哇，百货公司佫比会布置会布置哇，佫较请赢安尼佫较迄树仔就是足大丛的，礼物就是足多这是一种刺激消费的心理啦但是即摆圣诞节哪来那商业化？哪来那即个普遍化？甚至咱台湾的政府嘛会办即个圣诞圣诞的即种庆祝，也是种圣诞的即种晚会有歌星、有演员即种的晚会，因拢讲耶诞。其实我们要给它更正是圣诞当然无信做人看做是耶稣基督诞生甲降生。其实即个圣诞节已经是普遍，已经是普世。讲普遍，佫较深的意义，佫较宽意义，就是安那普世咱讲普世同庆普天同庆。2014年我有甲几位牧师牧者
去访问吼，叫做访宣啦吼，迄个叫做访问甲宣教，因为有几间教会因有去缅甸宣教，台中的中孝路教会吼，迄牧师伊发起吼，所以带队，因为因会底选迄当时逐年拢去缅甸吼宣教，我着缀因去缅甸安尼吼，去缅甸阮的饭店，迄阵拄好11月吼，人11月人饭店着拢已经有圣诞树有圣诞灯缅甸是啥物种的国家？佛教的国家吼，是佛教的国家。因咧佛教，因咧和尚会当公开伫街路化缘，而且出来和尚毋是一个两个尔，是几百个，而且佫有囡仔，对大人到囡仔拢有，就穿迄种袈裟袈裟，就摕一个化缘的迄个铜器铁器铜器安尼，就化缘然后沿路。所以伫遐有无共款的经历，发现因的机场嘛有圣诞的布置，所以无论是无共款宗教的国家，其实因嘛会布置。当然可能无像咱的意义较深，总是咱知影讲，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是全世界是普世。今仔日咱要点着信心的蜡烛，咱嘛爱学习信心的功课。咱伫圣诞节，拢想要收到礼物。过去真正是，过去团契聚会到圣诞节有一个聚会内容叫做交换礼物。你去准备一个礼物，礼物差不多100块、200块，安尼，就开始交换。有人交换着啥物货？有人交换着铅笔盒，有人交换着啥物？有人交换着一本册。有人交换着啥？有人交换着可能感觉讲即个物件我都无需要。无需要，搁安那？搁私底下搁交换一解。你的物件敢若我较介意，我的物件你较介意，来搁交换一解。交换礼物是甲礼物拢包好，咱袂当知影内底物件是啥，咱着互相交换所以讲，礼物是圣诞节一种祝福，一种方式。所以咱互相庆祝，互相知影讲圣诞节到，咱要互相祝福对方。咱的教会每一个圣诞的时，到圣诞主日，咱拢会收到啥物物件？通通有奖的，圣诞歌，即摆有人开始订圣诞歌，私底下入要分互厝边，分互伊的同事，分互伊的同学，等分互伊的学生，咱咧订即个圣诞歌。圣诞歌教会一定会准备互大家，这就是咱一定会领受到的礼物。迄只有台湾圣诞节才咧食即个歌即个歌若是讲一种庆祝耶稣基督降生，若是咱食着红卵食着油饭即种的感觉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所以咱收到礼物，咱有感觉讲这是一个礼物无？我想有人做爱食粿可能有人无啥爱食粿但是你粿有无共款的，后来伊有无共款的食法，毋是敢若干吃而已伊佫会当安那，你甲吹互烧，就变做软的。我即几年拢尝试甲伊吹互烧，吹互软，佫食起来佫无共款，无相款，食起来加较软。因为粿较甜食起来着爱佫爱配茶，也是配饮料，配咖啡总是咱甲看讲，即个粿的意义伫台湾的教会咱普遍安尼来祝福大家。我会记得咱报佳音若佫发即个圣诞歌细地圣诞歌这是真高的一个礼物。咱收到礼物的心是种啥物种的感觉？其实迄圣诞歌咱才知影讲，这是耶稣基督降生所以咱生日也是节日，也是纪念日，有时咱拢会送礼物，也是收到礼物。这是一种很惊喜 ，surprise， so surprise， 一种期待、等待、欢喜的心。我细汉，每一个礼拜四，拜三祈祷会，拜四教会有家庭礼拜，着每一个礼拜安排无共款的兄弟的家庭去做礼拜。
阮妈妈会去做礼拜，若是阮爸爸嘛会去迄个拜时的暗时，阮着功课写了，9点就开始等啥？就来等啥？等妈妈去转来，差不多9点至9点半这个时间伊会转来，差不多上早9点10分，到15，伊一定转来。当迄个转来骹无声的时，我着足欢喜的，因为功课拢写了有欢喜甲期待，因为妈妈转来啊，妈妈转来，伊会炸啥？伊会炸去主人家礼拜分享的物件转来。我会记得迄时阵常常收到的物件就是情人糖。所以我细汉若收到即个情人糖，妈妈摕糖仔转来，足欢喜的，因为内底有包巧克力，包巧克力。迄阵差不多家家户户拢会准备糖仔饼就家庭礼拜了，大家分享。若剩的就讲你炸转去，你炸转去，你炸转去，这糖仔是安尼来。咱就炸转来讲，阮兜有3个囡仔就炸3粒，炸6粒转来。阮就会开始唱讲我要白色的，我要红色的，就甲我姐姐讲我要啥物色的我还记得迄个情人糖那个滋味到现在我都还很记忆很深刻但是呢，今仔去炸转来呢，有可能安那无，有可能无落空。有当时炸转来物件安那，哇，比情人糖更较好的物件，哇，所以逐礼拜的物件拢无共款，有当时是饼，有当时软糖，我拢较期待是安那是情人糖，因为内底有一个巧克力所以伫迄个四修迄个零食无真普遍的年代对阮小小的心灵，迄是一种每一个礼拜礼拜时的暗时对于家庭礼拜炸转来的物件迄种的分享，迄种的期待，迄种的心情，哇！我收到一个小小的糖仔，即种的记忆。所以即马咱知影讲，每一个家庭准备无共款的物件，所以我就开始记录，今仔日妈妈要去啥物种的家庭，所以我就会期待，即个家庭一定是足好的物件。有当时就是讲，我就知讲今仔暗时有啥物种的苦福。所以，阮上帝帮助咱，迄种是一个等待、期待、喜乐、惊喜，所以各位兄姊妹，大家这腊节点倒时，咱知影要纪念，毋是干单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那点，是爱搁有一个心来欢迎迎接。所以即种两种的心情，一种是耶稣捌来到世间，第二种是佮欢迎耶稣再度的降临，这有两种的心情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做来领受对天父上帝赐福，互咱珍贵的礼物。珍贵的礼物，这耶稣就是耶稣。所以以马内利就是甲咱讲，上帝甲咱永远同在。用以马内利来表示做一个记号。以马内利对希伯来语，然后到翻做英语叫做以马内利所以咱家己翻做中文，翻做台语就是叫做以马内利。这以马内利对以赛亚书就开始有即个启示，对先知就开始有启示。即个有一个婴仔要赏赐互咱，即个婴仔就是耶稣。即个婴仔的特质，拄好甲先知所讲的。拢完全的符合，所以这以马内利就是耶稣，这救世主来到世间。今日经节是约瑟，天使对约瑟的启示，甲伊讲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所以这弥赛亚要正做上帝甲咱同在，这是道成肉体奥秘，要对这婴仔来甲咱讲耶稣基督赏赐互咱。珍贵的礼物，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即个马太福音讲一个天使遇着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甲伊显现，而且甲伊讲在小女要生一个囡仔，甲伊号名叫做耶稣。而且伊是要拯救人脱离世间的罪，所以这要对上帝的话来应验。有童女必怀孕生子。人要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佮甲伊翻译就是上帝甲咱同在意思。
所以咱对马太福音第1章23节讲，你看在小女要怀孕生囝，所以翻译出来就是安那，上帝甲咱同在，上帝甲咱同在。第二，咱看出即个礼物是非常的珍贵，而且佫独一，是耶稣是上帝独生圣囝。所以当上帝将独生圣囝赏赐互咱，即种的意义是非常的深。咱敢有讲要甲咱囡仔安那要互人？即当然过去是安那，要甲囡仔互人是咱无在调饲的时较会安那做，对无？互咱囡仔，咱有倒几来个7、8个、8、9个无法度吼生活咧伤重，只有佫甲一个互人要，所以较早有即个养女养子即种迄个，即摆足少人要互囡仔互人啊。即摆大陆甲囡仔看做宝贝，所以对现今来看，上帝将伊的独生圣囝当作是礼物来送互咱。所以上帝要透过即个独生圣囝来显出上帝的疼。约翰福音3章16节讲，神爱世人甚至怎样将伊的独生圣囝来赏赐互世间。神，咱做来读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最后咧，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样得永生？这是填空题，要让大家填充不至灭亡，怎样反得永生啊？所以这个礼物是要来救赎咱，会当得到这个永生。所以这个礼物非常的珍贵，就是永生，咱得到这个永生。这个礼物非常的独一，因为耶稣只有一个。若有人讲伊是耶稣第2，还是耶稣第3，这就是假的先知。所以当初代教会伊咧面对异端，就是有人安那，有人因的一寡的思想无符合，无符合咱的信仰，所以异端即摆也嘛还阁存在，即摆也嘛还阁存在。所以异端会误用耶稣的名，所以耶稣是独一的，耶稣只有一个。第二，咱用信心来领受即份的礼物。如果有人送你礼物，你领受就好啊。但是你若会当阁凭信心来领受，阁用恩典来接受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行神业，医病赶鬼，而且阁会行伫水面，互死人搁活，甚至最后伫世界顶后来死搁活。所以这个礼物，互咱得到永生。有当时咱用咱的理性真恶去接受即个事实，理性的人对信仰来看，伊是较恶接受。较耶稣医治人的方法，遮尔无清气，配喙烂搁搅涂搅的来抹你的目睭，这无符合卫生的条件。但是安那理性的人，检测有伊的理性，但是耶稣的信仰就是超越真侪人的理性。但是信心是无违反理性信心是互咱更较坚定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有行过遮的信仰。第二，咱用谦卑的心来领受所以理性有当时无法度判断到底上帝伊的无限到什么种的限度。但是是人的有限，人的气力真有限，但是上帝互真侪人无法度想象会到的事来发生，青面会看见，摆骹会行路。所以咱用信心来领受，而信心要来领受的进程，咱搁要更加谦卑家己，安尼才好度产生信心。伫耶稣基督降生迄个所在叫做伯利恒，伫伯利恒迄个所在有起一间基督降生即间教会即间教堂，即间教堂的门。就雕工做好足价，互你要行入的时阵爱压头，毋是压头是压头，就是抚养这样子所以毋若是爱头加，你若头无加来，你一定是弄着你的头，所以你爱真谦卑，即叫做谦卑的门，来入即个教会，来入即个教堂，来拜访耶稣降生的迄个所在。因为这有一个故事当十字军东征的时，有人骑马要甲弄入，
所以后来的人就甲即个门愈做愈细，愈做愈细吼，就甲做较细，就是要讲，如果你若头悬悬，安尼你是无法度来判断上帝的话，无法度判断上帝伫即个世间所要带互咱的礼物是啥。所以你若头悬悬，无法度了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安尼你就袂有信心。所以信心甲谦卑有当时啊是相连线。所以你若无相信的人，你是无法度拍开即个礼物，因为耶稣来到世间已经2000多年，有真侪人听过，无爱相信。咱亲像收着礼物，佮甲礼物放一边。有人来到教会，只不过要领迄个啥物货，有形的礼物。如果咱的圣诞晚会若搁咧摸菜，无论是厨师机也好啦，无论是迄个即个扫地机也好啦，无论是你要抽一个iPhone 也好啦，迄拢是有形的。人的心理会怎伫迄个有形的礼物？但是咱是要透过有形的礼物来吸引人。我记得我有分享过，我过去的圣诞晚会，我做传道书的时，都有教会奉献互阮10几台脚踏车。当然，大家拢是慕名而来吼，要为着要脚踏车。总是讲，咱要互人搁较好的礼物，其实是耶稣基督本身。第二，有人去爱毋着对象，因为圣诞节来，真侪小朋友拢讲是圣诞老公公，要纪念圣诞老公公，那就失去了失焦了。失去焦点是安怎？较早你有算过单眼相机无？单眼相机若要互我的背景模糊，安尼焦点就是伫我人清楚后壁模糊。若要互我模糊呢，背景要清楚。到底你是要翕背景，还要翕我？咱即摆相机嘛有即个功能所以定来翕相的用手机翕相，即摆嘛有即个功能，焦点。咱今仔若要互即个蜡烛甲花清楚，安尼倒啊就是爱模糊。所以他失去了焦点，好像那个焦点是伫圣诞老公公是清楚，但是耶稣是模糊的，耶稣是模糊无明的。所以咱是爱甲定心，甲咱的相机对好。主角是耶稣，圣诞老公公是一个衬托出来，是咱上帝帮咱。圣诞老公公是为着要去分礼物，然后才有即个传统，才有即个即个人物伊的故事安尼延续落来。第三，上帝要上帝神要互咱做伊查某做伊儿女的即个特权。约翰一书第1章12节，咱做下读来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若接待耶稣，收到即个礼物，佮相信伊的名的人，安那，伊就使咱决定来做上帝的囝儿。甲耶稣共款，咱拢称呼天父上帝。东方人甲西方人有无共款对囡仔的看法？西方人是甲囡仔安那当作上帝赏赐互伊的礼物，囡仔是上帝赏赐互咱的礼物。所以因甲即个囡仔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咱东方人，咱通常讲这囡仔是我生，囡仔是我生，咱亲像有我才有囡仔，但是西方人讲，这是上帝赏赐互我的礼物，伊是一个独立的。咱常常看到讲这囡仔是我生，是伊就是安那，人若学了伊，就是咧学了我，所以咱通常咱互囡仔安那考第1名，成绩足好诶，若讲你囡仔有够好诶，成绩有够好诶，我嘛感觉做荣耀诶，有即种诶心理啦，所以这两款无共款诶观念，是无相款诶，所以咱像是咧学了囡仔，就是学了家己，学了咱，所以咱做希望囡仔出头天，囡仔有好诶成绩、好诶表现，安尼来讲哇，安尼来光宗耀祖，这是两种无共款诶方式，你讲两种方式拢对，拢是对囡仔，所以西方人讲尊重囡仔，互伊有一个人格的发展，尊重囡仔，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伊悔改认罪了，伊信主了，讲即2、3年来，我常常为着我的生活咧求，伊祈祷拢是咧求平安也好，求啥物也好，
但是呢，伊信主2、3年了后，伊开始改变，伊只有求伊会当得到耶稣。为什么？伊就讲，如果若有一丛树仔，足侪果子，我干那要去得到树仔，树仔的主人讲树仔，树仔的主人讲，这树仔有结果子，你互我一篮的果子好无好？主人讲好，一篮互你，一篮食了就无啊。伊即摆是要求要求即丛树仔所有的果子拢是我的，所以伊要去得到即个主人。所以咱若是敢若求物件，亲像咱得到苹果尔尔。但是咱若得到耶稣，即丛树仔拢是你的，所以伊就开始改变伊的祈祷。伊讲，我只有求耶稣，因为求耶稣就会当赐互我迄个生命。但是我若求苹果，上帝互我苹果尔尔。所以咱爱去得到耶稣，所以咱毋通去求迄个礼物，咱爱去求迄个赐礼物的上帝，是毋是？咱若讲上帝，我要得到礼物，好，上帝互你礼物，但是呢，即届互你，后届无一定要互你。所以咱爱求迄个赐咱礼物的上帝，所以咱求上帝带伫咱的心，互耶稣成做咱生命的救赎。生命的拯救，所以迄个礼物是永远，上界大的价值是永远，互人得到永生，互人得到救赎。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有权做上帝的囝儿，做上帝的囡仔。即份礼物毋是买来，是白白来得到恩典。阁有咱拄着啥物种的艰难，咱会当用祈祷，嘛会当用祈祷来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无论啥物种的事，咱要用祈祷，来成就上帝所要做的事。上帝是咱的保护，是咱的山寨，是咱的盾牌。如果无人有靠着迄个信心，你无法度领受着迄个上界珍贵的礼物——耶稣基督。有一首歌是天韵的歌，这个天韵的歌叫做《一件礼物》，一件礼物。如果世界上若有搁较好的礼物，我想迄拢无算啥物。如果你若是伫圣诞节，你捌过去要领着啥物种的物件，遐个物件是属于世间的，无法度互你得到永远。咱做伙来吟一件礼物。有一件礼物。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生命有限。
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喜怒哀乐，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说。生命有限，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能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生命有限，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能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感谢主。其实这件礼物，咱每一个礼拜日，其实拢会当收到的礼物，敢不是？毋是敢圣诞节咱会当收到。一年52礼拜，你当收到52届。伫咱的圣经有旧约有新约，对旧约就开始启示这个囡仔要来到世间，是上帝手赐予咱。这个婴仔，这是上帝手赐予咱的礼物，耶稣基督。这个咱个52礼拜，咱拢会当守主的圣日，你就有52个礼物伫咱的心。愿上帝使用帮助咱。礼物毋是敢若伫圣诞节，耶稣其实拢伫咱的心内活嘛。毋是耶稣爱伫咱的心内，这是上帝所准备予咱的礼物。其实这条歌讲了真好，生命有限啊，是毋是？一年搁要过啊，咱看到咱的老，囡仔会大。昨我听一个故事，我过去牧会的一个阿妇女，11月伊去检查，伊得到这个癌症。伊11月发现哦，12月伊就举行告别式、告别礼拜。所以这句话佫我体会真深，生命有限，各位兄弟，咱生命若毋是伫上帝的手中吼，使咱稳定有余。所以咱活地的时阵，咱知影讲，咱的生命是真有限。咱三个来祈祷，主帮助阮，你所准备的予阮的礼物，我当珍惜，珍惜这份主，你所赏赐予阮的耶稣基督。阮知，这项是珍贵、是宝贵的礼物，是予阮当得到永生的礼物，是予阮爱用信心、用谦卑的心来领受。这个礼物，予阮当做上帝的囝儿，嘛，予阮有权柄来用祈祷来真做祝福，嘛用祈祷来求。阮拄着困难，阮拄着任何事。嘛，阮接着祈祷，嘛，阮伫欢喜的时，阮来接着祈祷来感谢。主啊，帮助阮，阮有权做上帝的儿女，甲耶稣共款，我当称呼天父，因为主上帝真做阮的阿爸，真做阮生命赏赐阮生命的主宰，真做赐阮快乐能力的独一真神。求上帝帮助阮，伊透过耶稣基督伫2000多年来到世间，经历着人的苦，经历着死，对死
超越对死过活，互阮会当得到永生。对神的内面，伊赐了永生，互得到礼物的人，阮上帝帮助阮。互阮每一次来到教会时，阮的心来靠无上帝，靠无主。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唱回应诗，回应上帝听。308首，我要唱歌来学乐，咱请起立，演全首。
念今日的经句，咱念一遍，请在昔日要成阮之囝，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上帝甲咱伫地，马太福音第1章23节。这是我来介绍新朋友甲报告。今日咱有一位新朋友杨娟娟姐妹，住伫咱泸州中校区尔。来，咱请起立来拍拍欢迎伊，来用欢迎的歌来欢迎伊。好朋友，请欢迎。这是咱拍开周报，我来报告。本会消息：小会公告2024年小会权衡主力和校长甲团契新歌队主力和辅导名单伫下面，咱请家己来过目。第二项，今日中昼12点，教育组伫2楼教育馆要举行团契会长首领造就会，请团契会长、校长、队长、辅导甲社区的课程代表会当出席。会长若袂当参加，请委派一名同工参加。第三项，有要登记购买圣诞歌的今日杂志，请会记伫1楼登记，并请先付款。好，咱伫个12月16甲17要领取，好，咱请注意来注意。第四项就是圣诞赞美礼拜甲庆祝晚会，各单位若有要使用影音档的，请提早交互音控室来测试。第五项，12月17日就是后主日，是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咱为着这个宣教前辈退休的生活关心奉献。第六，12月23暗时7点要举行圣诞晚会，5点教会有为着演出的人员甲同工备办暗餐。第7项，12月24日，咱要教会要举行圣诞爱宴，要邀请咱的会友一号一项菜，来大家来分享联谊。咱以家庭做单位吼，那你若袂当无方便准备菜肴的，会当用现金奉献，委托爱餐的同工来代替你购买。第8项中执会伫12月24日圣诞爱宴了后，伫3楼的教会3楼要举行中职训练会，请中职同工注意这项事。第9项就是咱要请各单位的同工召开会议，准备明年度的施工计划预算，吼，甲12月31日进前爱交件吼，2023年的施工报告进度，咱要做好会手册，请各位团体的同工会当注意。第10项洗礼报告，明年2月初4，咱第1届圣礼典欢迎新人甲小儿报名洗礼。要报名洗礼的，必须要上完信用造就课程，吼。若有要参加洗礼的，请办公室来报名，咱再来安排课程。第11项，每礼拜3有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团契消息，同心团契今日台语礼拜了后，伫教会1楼举行12月的例会，请同心团契的兄姐注意这项事。其他相同的部分，请大家伫每日灵修的时阵，为着这个辛苦病痛，甲咱咱今年明年要总统大选吼，咱大家来为这个事来祈祷。教界消息就是
一个好消息就是芭蕉塔男生合唱团伫个今仔日下晡5点到6点半，伫真理大学淡水真理大学诶礼拜堂举行圣诞的赞美音乐会。吼，咱邀请兄弟姊妹会当前往去参加第2项台北祝福跨国音乐会，12月23日。伫个国家音乐厅的广场，邀请你的亲朋好朋友同齐来参加。哦，迄29甲31的暗时拢有摊位，吼。大家来报告。即时，大家顶礼拜应该有收到即张卡对无？吼，即张卡就是咱伫个12月23，咱设定一个目标，吼，咱设立一个咱心目中的 best， 咱为伊关心大道，咱会使写着伊的名。每日灵修的时阵，为伊来代祷，为伊的需要代祷。同重要就是咱望伫个12月23的暗暝会当邀请伊来，吼。若无去到的人会当甲小杨领取，吼，咱的长老牛领取。以上报告。好，即时咱来吟马面诗，圣诗396首，咱请起立全首。受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殿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明道闭会。提醒就是咱的一楼有同心团契咧聚会，咱请会友尽量放声咱的音量，莫搅了着聚会。